上次睇完華懋喺佐敦嘅新盤如意，今次介紹下佢嘅景觀同埋周邊配套。交通就係最大賣點啦。嗱，我喺佐敦恒豐商場嘅出口站，試下用計時行上去，睇下用幾多時間。咁呢個恒豐商場，大家細個都成日行噶啦。咁啊，行2層電梯啦，再上幾級樓梯上到德興街，用咗睇睇先，分半鐘，超級快。咁如意兩邊景觀呢邊呢就向住德興街，望翻恒豐酒店同商場嘅。而商場佢應該有10幾層樓高，連埋酒店。咁而如意呢就有13層。咁睇翻有4處一房單位 A、B、C、D 室，咁全部都係向翻德興街望翻個酒店嘅。而德興街其實都唔算一個好繁忙街道，不過留意咧，可能喺個商場啊或者酒店嗰度咧都有啲排氣嘈啊。咁如果大家係行過德興街都會感受到啦。咁所以如果揀呢邊咧，都係建議揀翻啲中層至到高層會好少少。另外有6處嘅單位咧，就面向所謂內園嘅，包括咗 E、F、G、H、J、K， 有5處一房，其中1處係開放式。咁應該咧就會面對翻本木同埋富裕台嘅。咁喺翻本木嗰條巷仔，我行入去睇咧，就我嘅感覺係偏暗啲，同埋咧都有機會有撞牆嘅 feel 嘅。咁所以如果揀呢6處嘅單位咧，會唔會揀低層會好少少咧？因為低層最少都望到有個內園嘅日本嘅田園景觀啦。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啦。而如意最佳景觀就係呢一邊啊，望住覺士道嗰邊，包括咗有3處，其中有1處係2房單位啦，一個1房連儲物室同埋一個1房單位嘅。而我喺覺士道模擬個 view 行入去呢，呢個就係香港話劇團嘅教育中心啦。咁會望住一片嘅空地，其實有個幾足夠空間嘅。而前面就係御景台啦，隔籬有東景台啦。中間最佳景觀就係透過呢一線嘅空間咧，就望到呢個九龍木球會啊，一個好靚嘅草地啦，富裕台啦，咁同埋後面仲有個本木嘅。咁所以最佳景觀呢，其實呢3處呢係成個如意嘅最有空間啦，同埋最有保證嘅景觀噶啦。至於佐敦區嘅起居飲食我唔多介紹啦，反而我想講下泊車。自從喺加士居道嗰個政府多層停車場拆卸之後呢，就佐敦好難可以泊車啊。不過喺德興街呢，就有2個停車場可供選擇啦，就應該都有月租嘅，包括咗我哋嘅駕駛者嘅地獄停車場、伊利停車場，每逢駛入去都會簽個名，同埋前面238都有時租嘅。